伯爷，我还挺好奇的，你说那是非仙那么好，你为何总拒他于千里之外啊？郡主这么一说，倒是提点了我。施小姐知书达理，深谙琴棋书画，又饱读诗书，确实很吸引人。你给我下去！好。这车还没停。等等，等！停！姐，你怎么能就这样丢下我啊？陈安博，世子，你怎么在车里啊？行，我下去。你给我回来！陈安博，你点炸药了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我光顾着吃了，我好像听说有人求情被拒了，是谁啊？你们俩一个有颜真，一个有石飞仙，这不扯平了吗？谁也不亏。颜真的亲事我已经拒了，他跟我没关系。不是姐，颜真这个人他有多执拗，你不知道吗？你说没事了，我觉得麻烦才开始呢。那怎么办？办法是有，但就得看那个人肯不肯帮忙喽。谁啊？陈安博。我？我怎么帮？假成婚。假成婚？你看，只要你们两个人假成婚，那以后不管是谁，只要识趣的都不会再来找你们了。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给踹下去？别啊，姐！去，一边去！哎，伯爷不好意思啊，我弟脑子不好使。不是这成婚不就是一件俗事吗？何必把它想得那么严重呢？事关女子名节，岂可儿戏，不妥。反正到时候要是过不下去了，你就写一封休书把我姐休了呗。要写也是我来写。世子，婚嫁之事太过重大，在下认为还是谨慎些为好。那成婚不行，假定亲就行了吧？姐，我出去。假定亲？荣爱卿与班化交好，朕心甚慰，也了却了朕多年的心愿。如此，朕就择吉日赐你们成婚。不行，不行。